以赛亚书第2章，永远的和平。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所得到有关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信息。伫将来的日子，上主圣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，比拢总的山岭较悬。万国拢会约我来归依，万民会来讲，咱来上上主的山，来去雅各的上帝的殿。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互咱通行伊的路。律法会对锡安发出，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传开。上主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伫万民中排解纷争。因会将刀拍做犁头，将枪拍做镰刀。一国袂阁举刀攻击迄国，因嘛免阁学战争。雅各的后代啊，来，咱着靠上主的光来行。自古的受刑罚，上帝啊，你有气杀你的子民雅各的后代，因为国内逐所在拢有东方来的风俗，人民亲像非利士人伫卜卦，佮趁外国人的习惯。以色列全国金银满满是，因的财宝算袂了，因的地战马真多，因的战车袂当计算。全国逐所在都有偶像，因跪拜家己的手所做的，拜家己的砖头仔捏造的神明，所以人受屈辱，逐个人变做卑贱。上主啊，毋通赦免因。着米入去石洞，着藏入去土地，闪避对上主来的恐怖，走闪伊威严的光辉。迄日，目头悬的人会受降价，骄傲的人会受屈辱，只有上主受高举得到尊崇。上主万军的统帅日得要临到，伊要互所有骄傲自高的人变卑贱，互高举家己的人拢受侮辱。伊要互黎巴嫩悬阁大的百香树，巴山的橡树，所有的悬山，一切的小山，所有的堡垒，一切坚固的城墙，所有踏实的船只，一切水的芳泉，拢受攻击。后来，自高的人会受屈辱，骄傲的人会受降价。伫迄日，只有上主受高举得到尊崇，偶像会完全消失。伫上主起来互地大摇动的时，人会米入去石洞，藏入去土坑，要闪避对上主来的恐怖，走闪伊威严的光辉。伫迄日，人会将用金银做来拜的偶像迄甲互蟾蜍甲蜜婆。伫上主起来互地大摇动的时，人会走入去石洞内，还是米伫山壁旁，要闪避对上主来的恐怖，走闪伊威严的光辉。毋通倚靠会死的人，因不过靠鼻孔在喘气，因拢无算什么。